这个16阿罗汉的尊者的这个故事呢已经讲完了，然后呢就是第17个，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尊者叫做是顶尼啊，就是居士大马达长发殊途过净汗世间虚空无量光，手持浮尘玉宝瓶，加持上师救主师，加持佛法变心身。那么这位尊者呢，就是前面都是这个出家啊，就是出家这个阿罗汉尊者。那么这位呢，是这个在家身份的，是一个居士啊，也就是优波夷。那么他的这个名字呢，叫达玛达，达玛达是那个在韩文当中叫做是发具金士啊，发具金士，具是火炬的炬，发具金士，也就是说。他呢，有这个长发，长发当中呢，隔着这个金汗，现在极个别的藏地的所谓的瑜伽士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这个念师啊，别的一些这个画像当中也有这样的，这个没有啊，藏文当中应该有一个，藏文的没有拿出来，是吧？可能你们应该有藏文。那个藏坛刊里面有他的画像，看当时是我应该交代了吧？没有是吧？啊，这个达玛达尊者啊，达玛达尊者呢，他是那个在法纪当中有进哈的，而且他就前面呢，他本尊是阿弥陀佛，一直这个虚空当中观着这个看着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身像，他手里呢持着的是浮尘啊，浮尘对这个烦恼苦恼当中燃烧的这些众生带来清凉的一种浮尘，还有呢宝品呢对这个前面我们讲的16阿罗汉这个沐浴这个习足等等这样的，那么这位尊者呢。在原来的这个我们汉传佛教的这个一些16阿罗汉的这个历史当中呢，没有这个发现，但是在藏文当中的话呢，有啊，然后在历史上呢，有这样的这个说法，大概是在这个唐啊，唐肃宗啊，唐肃宗是那个应该唐玄宗的儿子吧，在他时期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当时是应该是非常这个。弘扬这个佛法的，应该虽然这个唐朝呢，可能最高盛唐玄宗的时候，然后就慢慢这个下来，应该说是这个社会是比较动荡的时期，但是他呢一直这个不空当，一些高僧大德接受这个观点，然后在这个全国各地呢下命令，要建立这个81大这个放生池，对这个佛教贡献很大的。然后当时他就派一个生者居士有这样的说法，然后呢在印度，到底是在印度还是在别的地方，殷勤16尊者呢，在这个汉地的寺院，汉地哪一个寺院呢，并没有这个历史的记载，但是呢在寺院里面16尊者殷勤安居，然后他们安居这个。在安居的过程当中的话呢，那么这位居士呢，经常这个陈示他们，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用浮尘来，开始跟他们呢照亮，那个吃这个清凉，然后呢用这个宝品呢，对他们进行这个精品呢，他们进行这个服务。同时，他的画像当中的话呢，有一只老虎啊，这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都是有，然后这个老虎的话呢，一直这个保护，因为这些16尊者的话呢，当时那个寺院的附近呢，有一个大的森林。他们这个16尊者呢，安居的这个同时呢，经常住在森林当中。他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呢，他自己也是个大成就者，他就让这个束缚这些猛兽，然后呢让这个老虎保护这些16尊者，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，所以说是那么这位这个达玛巴尊者啊，达玛巴尊者呢，是非常这个了不起的，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后来这个仪轨呢，我们这个仪轨呢，肯森米尔的班智达释迦斯人啊，前面应该有他造的，所以在他呢特意
其实这个16阿罗汉的这个仪轨的话呢，就是从汉地就是翻译过来的。然后从汉地翻译过来的话呢，这个因缘呢，因为他当时这个汉地呢，就是引请就是阿罗汉啊，就是引请阿罗汉。以这么一个缘起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汉地包括这个德格啊，还有很多古老的这些这个唐卡里面啊，就是唐卡里面呢，就是一个是达玛巴拉这个句式啊，就是也就是达玛达就是句式，达玛达这个句式呢，就是一直这个他的画像也有。还有呢，就是为了就是当时呢，就是在汉地，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布袋和尚啊，就是布袋和尚呢，就是其实是他是应该是在粮草，就是应该在粮草的时候吧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那么他的这个发相呢，就是也在里面，就是所以我们藏地呢，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也讲过，就是一般就是真正的16阿罗汉尊者，然后在这个上面呢，就是达玛达居士是应该是汉地一个居士吧，就是他可以说是个汉族人。然后但也有一些说法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句式呢，就是那天我就因为这个历史我也不太就是特别懂，就是然后问了那个德巴上师，然后德巴上师呢说有些这个历史当中呢，就是说是这个达玛达句式呢它是一个就是女句式，就是然后他就是这个前面画的老虎的话呢，就是为了就是疏忽就是他的这个戒律，就是他经常呢就是住在这个世间的这个森林当中，就是所以呢就是他为了保护自己的戒律。然后我原来看过那个他的唐卡，就是唐卡上面的话呢，就是因为这个画家呢，就是可能比较这个善巧方便吧，就是也像有点女的，也像有点男的，就是所以也分不清楚，就说什么都可以啊，就是也是当然是这个是也有这样的说法，就不管怎么样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布袋和尚的话呢，就是当时也是他们就是18阿罗汉当中啊，就是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是有的，就是汉传佛教当中呢，这位居士的好像画像18阿罗汉里面是没有是吧？就是布袋和尚呢，就是有这种传统啊，就是有些实验当中呢，也有这样的这个传统。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个16阿罗汉尊者的话呢，就是有些历史上呢，就是说整个这个包括16阿罗汉和这位这个圣者居士啊，就是这个是肯定是个圣者，就否则的话呢，他也没有能力，就是因为这个16尊者阿罗汉呢，也不是一般的我们世间的人一样，就是随便你去这写个邀请函呢，或者是让他就是请来，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居士的话呢，就是他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这个祈请方式来让他们就是引请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就我们这个藏文当中是圣者居士，就是但韩文的翻译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字太多了，就没办法，就是所以就是跑步给你的达玛达，对，就是他是这个圣者居士啊，就是有些呢就是说是他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就是也不管也有这样的说法，因为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他经常呢也是这个显现上是祈祷这个阿弥陀佛，就是他就前面这个虚空当中的这个阿弥陀佛呢，就是作为他的这个本尊，就是也这样的这个说法，而且呢就是这个16尊者阿罗汉祈祷文，就是我们经常念诵的话呢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有非常这个殊胜的一种因缘，就是也有这样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16阿罗汉尊在相关的历史当中呢，就是说整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就是隐没的时候啊，到最后呢，就是所有的这些三宝所依呢，就是16尊者阿罗汉呢，把他们就是把所有的三宝这个经函呢，就是放在一个这个佛塔当中，然后呢，就是他们就是围绕就是进行这个祈祷，进行祈祷之后的话呢，就是他们的这个16阿罗汉的身世呢，就是他就不见了，就是入于这个灭尽定，然后这个佛塔呢，就是永远留住在这个世间当中，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历史啊，就是也有这样的历史。